想象一下，一位年輕人對編程一灘唔通，卻能用 ChatGPT 打造出3款熱門 App，短短幾個月內創造數百萬收入。呢究竟係天才嘅預言，定係 AI 變革嘅神奇力量？故事嘅主角 Blake Anderson，一位剛從大學畢業嘅青年，生活陷入困境，銀行存款所剩無幾，生活充滿壓力。但係就喺2022年11月，當 ChatGPT 震撼問世時，Blake 睇到咗改變命運嘅希望。於是 Blake 決定挑戰傳統，佢利用 ChatGPT 嘅強大能力，套殼出3款看似天馬行空嘅應用。Plug AI， 一款據說能夠幫助用戶喺約會入邊獲得最佳回覆建議嘅 AI 助手。Umax， 一個聲稱能夠為男士提供穿搭同顏值提升秘訣嘅 App。Cal AI， 通過 AI 圖像識別，幫你輕鬆追蹤卡路里攝取嘅神奇工具。儘管產品細節同現實市場存疑，但呢個故事卻捕捉到咗 AI 變革時代咁無限可能嘅精神。Blake Anderson， 杜蘭大學畢業，銀行存款唔到$100，房東催租，人生陷入谷底。如果我想用 AI 創造一個改變世界嘅 App， 該點做？用 AI 做你最唔可能做到嘅事。AI 真係得㗎。Blake 運用 ChatGPT 自動生成代碼，並迅速開發3款應用程式。2024年，呢啲應用上架，短短幾個月，下載數超過50萬。但呢個係點算到㗎？Blake 唔係淨係靠技術，而係靠行銷奇招。佢喺 TikTok 上面製作短片。AI 教我點樣變成戀愛大師，$50廣告費換嚟20萬次下載，呢個係爆紅奇蹟定係行銷套路？但真相遠比你想嘅更瘋狂啊！